留给我们的孩子一条清澈的河流。台南自治高小积极在校园当中推动水土保持的观念，这次甲环境教育水保局合作，在校内空间建立水保示范基地展馆，规划出4大空间来主题，并运用行动趣味的 AR 科技。应用解说以及丰富图文，和环境保护的观念，会当自细汉就扎根。这么好的空间，然后里头布置的非常棒，尤其刚刚也就在聊，真的现在一些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以前都只有画册读册啦，只有看书本，哪里能够这样实际互动？结果现在的小学生真的很幸福。你看，有很多的比较科技的，还有一些书本还有游戏的，真的是一应俱全。为了扩大民众对着水保观念认识，自治高小也开放水保示范基地，欢迎社区以及其他学校申请参观。我们希望这个基地未来就是提供我们至少我们台南区的所有的学校都愿意进来这边来。整个走一走、看一看、操作一下，实际运作。那我们社区的我们的民众，我们2个里长呢，也在这边要办活动，你给他看一下这个好，下次来办闯关也可以进来过来哈。台南自治学校毋茫透过水土保持示范基地启用，让更多学生、民众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将环保意识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上好的防灾，就是将环境保护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